你哋屋企嘅天花係咪滲緊水啊？滲到成個浴室發晒毛，客廳石屎剝落，甚至乎日日夜夜都俾啲水滴聲煩到你哋全家人都精神衰弱。其實最慘真係唔係漏水，係香港嘅政府部門同埋管理處當你人球咁樣踢。你上去揾樓上咩？佢哋又同你講我屋企好乾爽，唔關我事。你打去管理處投訴，佢哋又話喂，私人地方我冇權入屋，不如你哋自己拆掂佢啦。咁最後唯有寄望政府嘅滲水辦。好啦，等咗大半年，派人嚟做咗一大輪嘢，結果你收到一封信，就上面寫住原因不明，跟住你個 case 咧就 close 啦。你哋會唔會覺得好絕望？覺得喺香港做業主出咗事就只可以自認黑仔啊？大家唔使驚，我係你哋大廈策略顧問 Roger， 我係一個註冊土木工程師，亦有10幾年嘅物管經驗。我會喺呢一個頻道用行內嘅專業角度，同香港咁多位業主拆解一下日常物管嘅問題，幫你哋去保衞你哋最寶貴嘅資產。想學識點樣唔會俾人當韭菜咁樣割？大家記得訂閱我呢個頻道，點讚呢一條片，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啊！今日我會用我嘅物管經驗同埋土木工程嘅知識話俾你哋知，滲水辦做唔到嘅事，有時候係傳統嘅方法有問題。呢一條片我會用法律同埋工程嘅知識，教曉你哋一套合法同埋專業嘅自救方法。大家記得收藏、點讚呢一條片，同埋轉發俾你哋身邊飽受漏水煎熬嘅朋友。因為呢一條片可能隨時幫你哋慳返幾萬蚊。佢哋現時最常用嘅做法就會喺樓上嘅地台同埋浴室放一啲嘅顏色水，等幾日睇下你嘅天花有冇變色。但喺土木工程角度嚟講，石屎係滿布細微嘅裂縫，而呢啲色水分子係好難穿透。就算佢可以穿透，但亦都好容易俾一啲嘅倒汗水，又或者係其他嘅間歇性漏水去稀釋咗，導致到更加難以察覺究竟你天花有冇變色。加上滲水辦佢有一個硬性嘅門檻規定嘅，就係當佢哋用一個濕度計去量度你天花水積嘅時候咧，濕度係必須要超過35%，佢哋先至立案跟進。咁如果你個讀數係得34.5%，甚至乎34.9%咁點啊？對唔住啊，因為未達標咧，佢哋係唔會同你跟進嘅。雖然政府近年有一啲新嘅方法引入咗，但係佢哋大部分嘅時候仍然都係會用翻呢一個傳統嘅方法去同你做測試。咁既然政府把刀唔夠你啦，咁冇辦法，作為業主作為苦主，你哋就會必須要利用科學同埋法律自己主動出擊啦。如果下次你哋再聽到管理處同你講私人糾紛，佢哋冇權入屋嘅話咧，你直接可以同個物管經理講，根據香港法例第344章《建築物管理條例》裡面嘅第34H 條，每位業主係都有法律責任維修保養好自己嘅單位，確保係唔會對其他業主造成滋擾嘅。而大廈公契咧就係管理處執行管理嘅最高法律授權。你可以叫個物管經理打開公契睇下，入面通常有一條叫做 Manager's Right of Entry， 中文譯做經理人進入單位權力。條文一般都會寫明嘅，如果懷疑私人單位裡面有設施係有破損，影響到大廈公共結構或者其他業主嘅話咧，經理人或者授權人員咧係有權喺一個合理時間裡面進入去檢查嘅。如果管理處連敲門或者出信調查都懶得做嘅話咧，佢哋已經可能違反咗公契嘅責任㗎啦。呢個時候你哋千祈唔好淨係掛住打電話，直接寫封投訴信，電郵又得，書面又得，俾個物管總經理。而信尾咧記得加翻呢一段：如果管理處喺7日之內拒絕履行公約職責，本人將會第一向物監局正式投訴貴公司同埋持牌經理，涉嫌違反建築物管理條例第626章專業守則及怠忽職守。第二，入稟土地審裁處控告樓上業主，並將貴公司列為共同被告，追討一切經濟損失。大家千祈唔好以為物監局係一隻冇牙老虎。自從香港全面實施咗物管持牌制度之後咧，物
物監局真係有試過大刀闊斧咁進行處分嘅，好似喺2023年土瓜灣益豐大廈個案咁，管理公司係因為一直拖延，冇妥善保養好機電系統，結果成個大廈總掣房故障，引發咗4日4夜嘅大停電。當時幾千個居民冇水、冇電、冇電梯，而老人家仲要摸黑行10幾層樓，全港各大新聞日日追訪。最後物監局咧就認定咗管理公司怠忽職守，直接對佢哋進行咗紀律處分同埋罰款嘅。有呢個 case 喺前面，物管公司係好驚俾物監局落案起訴，因為有呢個 case，物管公司咧係好驚俾物監局落案，因為呢一樣嘢係會直接影響到佢哋嘅牌照同埋日後落標嘅。你封信一出，大部分嘅管理公司為咗自保咧，第二日好大機會咧就會帶埋個維修師傅咧，就幫你上去樓上單位咧就進行入屋做檢查嘅。如果你哋仍然對樓上嘅鄰居好似老鼠拉龜咁冇掟埋手嘅話咧，你哋就要進入第二步啦。你哋千祈唔好再戇居居咁樣等滲水辦，情願自己花1萬幾千蚊請一個合資格嘅建築測量師或者專業嘅公證行，用紅外線或者微波掃描去睇下石屎入面嘅水質，揾下入面嘅水嘅源頭喺邊一度。喺個報告裏面咧，個持牌測量師咧係會簽名嘅，而呢一份文件咧對法庭嚟講係一份證據力極高嘅專家證供。好啦，到報告正式到手之後啦，再花多1000幾百蚊揾個律師發封律師信俾樓上單位業主，記得連同呢一份報告嘅副本，限佢哋喺14日之內徹底維修好，否則你哋就會對佢作出正式嘅起訴，追討佢哋嘅天花裝修費啦、外出住宿費同埋呢一份公證行報告嘅費用㗎。大部分嘅自私嘅鄰居咧，佢哋都係欺善怕惡，見到咁強而有力嘅證據同埋律師信嘅話咧，90%都會乖乖地咧，都會揾人去維修噶啦。萬一你哋真係咁唔好彩，遇到一個極端無賴嘅業主，連律師信都唔驚嘅話咧，你哋可能需要行埋最後呢一步。好多人以為去小額錢債審裁處可以逼到樓上維修，但我話你知錯啦。小額錢債審裁處雖然可以幫你追到錢，而上限係75000蚊，但係佢哋冇權發出強制令去逼樓上開工嘅。所以即使你收到錢，但係個漏水問題一日唔解決，其實你哋一樣都係一樣咁頭痛。所以如果你想真真正正逼到佢去維修嘅話咧，你哋應該入稟土地審裁處，控告佢違反大廈公契同埋民事滋擾，向法庭申請強制維修令，同時追討損失。喺土地審裁處，你嗰份專業公證行報告就係鐵證。法官落咗強制令之後咧，如果樓上嘅單位業主佢哋仍然拒絕維修嘅話咧，係屬於藐視法庭。對於佢哋嚟講，手尾可能會好長，甚至乎可能會被判監。到時佢哋就算想買樓嘅話咧，都未必就得啦。喺香港做業主，太過善良、太過溫順，係未必解決得到問題嘅。尤其是面對一啲好無理嘅鄰居，或者係一啲官僚嘅機構，法律同埋科學先至係保障你哋資產最強嘅武器。如果你哋屋企而家正面臨緊嚴重嘅漏水問題，歡迎你哋喺下面評論區留言，寫低你哋屋苑名、樓齡同埋漏水情況，我會用專業嘅經驗同角度同大家分析一下，幫大家慳住個荷包嘅。下一期我會同大家拆解另一個集體噩夢——強制驗樓令。我會以工程項目經理嘅角度教你哋大家睇穿大廈維修標書裏面最常見嘅加價陷阱。最後我都要同大家溫馨提示一聲，雖然我係用行內經驗同大家拆解黑幕，但係每棟大廈嘅公契、合約同埋實際嘅漏水情況個個都唔同。今日分享嘅係一般教育同埋資訊參考。
如果大家嘅屋苑正係面臨緊一類似嘅法律糾紛或者工程糾紛，記得一定要諮詢合資格嘅律師、建築測量師或者其他嘅認可人士，問佢哋攞專業嘅意見。我係你哋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我哋下期見，拜拜。